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初7。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到23节。敢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神踮伫恁的内面。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会甲伊毁灭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就是迄个殿，毋通骗家己。恁中间若有人用世间的标准看家己做有智慧，为着要成做真正有智慧，伊颠倒着做愚妄。因为这世间的智慧对上帝来看是愚妄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予智慧的人中着家己的计谋。别个所在佫讲，住在智慧的人的心思无路用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，拢毋通用人做夸口。其实一切拢是恁的。无论保罗、阿波罗、彼得，这世界，生也是死，现在也是将来，这一切拢是恁的。恁是基督的，基督是上帝的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搁一遍提醒：咱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要踮伫咱的内面。总是若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，就是无用咱的身躯来荣光上帝，就上帝要甲伊毁灭。所以咱每一天拢爱知影，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，爱互上帝神踮伫咱的中间。愿主帮助咱，因为咱拢是伊的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